肚子饿的时候，一条鱼，一把刀，一个人一条鱼，简简单单。我準備好，哇！隻魚生猛，哇 ！OK， 把它交易，放血，鸡肉，紅眼睛。哪里有鱼吃到哪里，一股低调。总体在外面没什么讲究的，简单快。哇，就像一份快餐一样，一个人的量也足够了。灵魂张家小不了，一生不等人，干4年的刚才，哇，这爽，香。哇，这像不像老友粉？爽。这次吃的备料不用这么多。很少备料，这细的，鱼的鲜味特别浓厚。爽。不用这么多备料，但吃的鱼的鲜味特别浓厚。备料少了，感觉是个肥肉一样，但是它鲜味十足。又是一番风味。爽。找料还是要的，吃一生是不能顶的。如果人多了，你顶下来没你份了。